有机会进到厨房里看张黄军师傅做菜，应该会像我们一样，被他投入在每个细节里的专注力吸引住。这道鱼跃龙门要有灵活的跳跃姿态，运用铁线固定鱼身，裹粉，再上一层粉浆，然后，你不要动，只能一个人，这样。鱼不直接丢热油锅里炸，不离手，细细的在鱼头鱼尾浇淋热油，固形也把肉汁锁住。詹师傅的做菜原则，好东西就是要花时间。接下来糖醋酱汁，连勾芡、火候也仔细讲究，做出油亮鲜艳的酱色。好了。身为奥林匹克厨艺大赛金牌厨神，张黄军还是习惯做菜时不假徒弟之手。他一定要亲自一道一道，你帮他用，他都不放心。唔会偷懒，不偷懒，要黑金棍带，会做给，这是基本要求。对对对。满汉全席名菜龙凤呈祥，盘中自然是一幅美丽图画。虾尾要翘45度才行。对张黄军而言，食物色香味俱全之外，还要向艺术追求永无止境。细密刀工才能让枣泥酥变成有细致鳞片的金鱼，瓜果雕刻更是一绝。一个厨师最高境界就是说，他在维系的地方，他还是很坚持。从生物分文自己苦学，到欧美顶尖厨艺比赛拿下13面金牌，张黄军证明每件事都100%用心，就能扬眉吐气。获邀从纽约回台传授厨艺，要把所学集结成册。这位厨神心中还有个愿景，希望能够推动全民饮食文化的运动。在每一道菜都扎扎实实的下功夫，连小细节都不让步。张黄军师傅让人佩服的不只是他世界厨神的桂冠地位，同时还有他所展现的精神。唔會太難，也係千般大愛做嘅；唔會太難，也係千般大愛做嘅。